圣经故事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。亚伯拉罕甲以撒。亚伯拉罕是上帝朋友，伊信上帝所讲的话。当伊甲伊的妇人撒拉年老的时，因也信上帝所应允的约，要互因生一个囝。果然到时就生以撒。囡仔渐渐大，成做一个少年人的时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带你的囝，就是你第一疼的以撒，献伊做烧祭予我。”这是对亚伯拉罕的信心一项的试验。伫上帝所定着的一早起，老爸甲囝早早起来，带两个萝卜，做阵起身，要去献祭的所在摩利亚山。因到山骹的时，就留萝卜甲驴伫后面，简单亚伯拉罕甲以撒上山去拿定。因三脚行的时，少年人有一个疑问未明白，毋知献祭的羊仔伫叨落。对这项，亚伯拉罕真够应答讲：上帝要为伊家己备办羊仔，伊信靠上帝。当因到山顶，这段备办好，柴也贴好势，落尾将以撒放伫迄顶面。以撒着做祭物，无受台袂煞直，老爸就夜倒起来。若是伫要下手落去的大声，对天有声讲：毋通伫即个囡仔的身上下手，因为我打知你是敬畏上帝。亚伯拉罕夜目看四围，看见一只羊羔，就掠迄只羊献祭来替以撒。了后，因就转去因兜。亚伯拉罕掠做上帝对世人中，予伊即个囝搁活。上帝时常也要赐福，予囝仔信靠伊的人。